李慧詩一塊倫敦奧運銅牌係繼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攞金牌嘅滑浪風帆代表李麗珊，同2004年雅典奧運攞銀牌嘅乒乓球男雙組合李靜同高禮澤之後，香港歷嚟第3面奧運獎牌。開心啊！其實我諗住攞第1㗎，真係衝到去直路嘅時候，我就知道自己應該攞到前3。每一個成績都係希望去突破自己。好開心但係我希望再做好啲。李慧詩喺單車女子凱林賽經過復活賽先晉級，及後經過複賽晉級決賽，關鍵一戰力戰之下得季軍。英國嘅彭道頓贏金牌，中國嘅郭爽得銀牌。港隊總教練沈金康認為李慧詩好勇敢。其實他的體能呢，最近幾年尤其今年的這6-7個月裡面，他在速度上的改善很好。但是這些速度表現出來，主要是真的是精神心理，離開這個是不可能的，因為這個場面他沒見過。奧運會他之前想都沒想，如果4年前問他奧運會，他肯定說我怎麼奧運會。阿寶也奮鬥了那麼多年，但是呢，我們都沒有拿到獎。那麼對他來講，尤其是短距離。今天場上所有比賽的運動員都是他的偶像，因為每一個都是世界冠軍拿過。香港單車隊領隊洪松蔭就認為，復活賽反而幫到李慧詩提升自信。我相信咧喺嗰個心理上咧，可以令到阿 Sarah 咧係可以即係用一個平常心嘅心態啦。因為阿寶都參加過5屆嘅奧運會啦，咁就亦都好多時咧就會即係將佢自己嘅一啲嘅比賽嘅經驗啦，可以即係同佢分享，咁令我即係佢喺嗰個賽事嘅過程咧，盡量用一個平常嘅心態去踩嘅。咁同埋就係無論喺精神上啦、行為上啦，咁阿寶咧都喺呢幾日裏邊咧，佢完成咗佢自己嘅公路賽事之後咧，佢都即係做咗一個好稱職嘅一個師兄嘅角色。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亦都稱讚李慧詩。係大家知道啦，真係等咗8年啦。咁我諗呢個獎牌嘅意義好大啦。第一就係佢個人努力啦，由逆境到攞到最後攞到獎牌啦。咁同一時間又係代表個隊際嘅精神啦，阿寶啊，好多教練啊，咁嘅後邊一路支持佢、鼓勵佢啦。李慧詩將會喺英國時間8月7號出戰女子爭先賽，挑戰個人今屆倫敦奧運第2面獎牌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子龍，英國倫敦報導。